馬行集團新聞台報導，近日指馬行巴士已經出咗一部新嘅觀光巴士，入面有不同嘅設施。等我而家帶大家一齊去睇下。首先，下層有邊輪椅位部分嘅位置已經設置咗 iPad 螢幕，俾傷殘人士唔需要企喺度嘅時候都可以透過呢一個螢幕睇到出面嘅風景。第二，行入少少嘅左邊部分已經設置咗雪櫃及不湯的位置，乘客如有需要可以享用。第三，上層及下層已經設置小部分嘅台，等大家可以一路睇風景一路食嘢，但係大家記得食完嘢啲垃圾唔好掉落街，你可以放低等我哋工作人員處理或者自己帶走。而車輛已經加上尾軸輔助轉向系統，簡稱 RAS， 等車輛轉彎嘅時候減少唔夠太易需要倒車及增加意外風險。部觀光巴士車牌為 TH5147， 日後將會逢特別日子行走 H1B， 該車輛隸屬 M 廠。如果想知更多資料及活動時間日期，詳情可瀏覽馬行集團 Discord server。新聞報導完畢，多謝大家收睇，拜拜。